品都是东南西北，然后4个面，还有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样的就是8个就这样就相当就是4面8方都是摆满贡品，各种各样的所有的贡品。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供养的时候，那就看佛堂的前面，那就是再做一点点供养，就是一个桌子上很了不起的话，就是排100个桌子就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这种想法嘛。但是那个时候他的供养的部分来说的话，就一有群是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距离，古印度的这种长短跟这种距离，就是衡量衡算的一个单位的一个名称，就是5尺为1个弓的，一个弓就是相当就是一个人的就这么一个人的身体的长短，就是就1个弓。那么在这样的500个弓为一句式，那么就是8句式，8句6式6式，8句6式就是500个弓，就是要一个叫8句，一个怎么说呢？句式。那么这个8个句6式才是一刹那就一有形，就是这样，就相当约合26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不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桌子或者是一个屋子，也并不是说一个大的经堂一样，就是再大的一个经堂也是不会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当然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像有的时候就这些佛菩萨的故事里面，那么这一个距离就是讲到现在我们人类的重量，这样去想的话，就相当就是20几公里或者是10几公里，这样想起来的话，那是不可能会这样想。但是那个时候的人跟现在的人也是不一样的，众生的福报不一样，因缘不一样。那当然现在的很多这个从很多我们这个时间的一些人，我们现在人类的思想跟人类的智慧范围去想的时候，那因为很多的古籍就是都想不出来的，用科学来推断，用可以研究，然后就是研究研究那个历史也好，那些考古学家他们去以现在的智慧去判断去看的时候，很多都是只是一种大概的一个猜测，但是也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符合的那种推测的，原因都是这样的。那么佛经里面所讲的跟现在的很多的古籍都是非常符合的。那像比如说现在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朝代的一个兵器，那么现在的任何一个人能拿得动吗？也这样去看到，现在也有很多的博物馆里面也有一些过去的古时候的一些那个打仗用过的一些兵器。那么现在的人相当就是现在21世代，或者是怎么说呢？那个这个时代的一个人拿这些就不要说是打仗，然后就是连那个兵器都是扛不起来的那种，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并不是说就像现在的人能够怎么说，就是他扛不动的话，过去的人并不代表说他没有办法使用这样的兵器。所以因为这个来说的话，就自然而然的就过去的那些怎么说呢？那个这佛陀所讲的就是过去什么时候什么众生的寿命就是有那么长，然后就时间等等各种各样。所以呢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差别在哪里？差距就是在福报上面。所以人家有这么殊胜这么圆满的福报，可以做那么多的这那么大的供养，然后供养的时间来说吧，也是每天做供养，然后就是有这么大的距离里面呢，装满贡品，没有任何那种空间。Chetan pama trama chechen lo, jiton de na kale.